我哋可唔可以先講下而家成個行業大致上嘅狀況？你同你嗰啲競爭對手而家嘅情況係點樣？我哋而家距離人工通用智能仲有幾近啊？不如你幫我哋鋪排一下個場景，之後我哋再傾下道德方面嚟嘅。係啊係啊，多謝你邀請我哋。其實我一直都唔係好中意就係話人工通用智能或者超級智能呢啲詞，唔係我覺得 AI 唔夠勁。你明，我唔係懷疑論者。其實我對呢個科技幾勁呢個睇法都算極端啦。但係用會有時刻我哋會整出完全唔同嘅嘢，呢個模式去睇係錯嘅，唔係話會有一刻我哋會整出嚟完全唔同嘅嘢。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嘅過去10幾年都係咁，我同 Anthropic 創辦人都係其中一份子。最早記錄到呢個現象嘅就係一個好平滑指數式增長嘅過程，就好似90年代你見到摩爾定律咁，即係你知啦，嗰啲計算能力每一年或18個月咧翻倍一次。我哋有類摩爾定律嘅規律，針對智能本身，即係針對模型喺好多唔同任務上面嘅認知能力。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嘅呢種認知能力，視乎你點量度，大約每4個月至12個月就會加倍一次。我哋而家就係一路向上攀升認知能力嘅階梯。而家我哋嘅狀況，以編程做例子，過去1-2年呢方面真係爆炸性增長得好快。我有啲工程師，事實上帶領我哋其中一個主打產品嘅團隊，嗰個產品叫做 Code， 就係用我哋嘅模型嚟做編程嘅方法。最近2個月內冇編寫過任何代碼，都係哈羅德嘅功勞，係佢剪輯嘅，佢睇過嘅，但係所有內容都係哈羅德寫的。的確嘅，我哋發布咗 Codework 產品，帶嚟咗哈羅德嘅代碼係嗰啲非編程任務呢，佢確實發展起嚟啦。我哋用咗1週多就寫完，全靠代碼實現。我覺得而家進入咗新世界，改變咗初級甚至好多高級軟件工程師嘅工作，都開始由 AI 系統完成。你知啦，依家大部分都係 AI 系統做，將來只會做得更多，可以更加由頭到尾自動化，成個項目都可以。我哋會對呢個指數增長好驚訝，會直向上嘅。全指數嘅增長意味住佢睇起嚟發展得快，非常慢。佢加速衝刺，收地掠過身邊，我哋正處於懸崖邊上，離嗰日仲有1-2年，真係飛速過去咗。我哋聽落好可能會破產，但係當呢種情況發生嗰時候，就你自己安排嘅演出順序而言，有雙子座，有 OpenAI， 你點樣將全部拼埋一齊？我意思係大家都在炒作，幾乎唔係。我覺得隨住呢個領域發展，你知啦，我覺得而家再用以前嗰種睇法已經唔啱啦。你明明好似一條線咁，好似賽跑嗰啲人企咗某個位置。而家嘅玩家已經行咗唔同方向，有冇其他玩家就走咗去好貼近消費者嘅方向？佢會令你嘅模型變到點講呢？超越人類嘅吸引，或者好啲去推薦購物，或者廣告，或者其他類似嘅嘢。Anthropic 我覺得主要都係專注喺企業開發者身上。如果我哋有做消費者市場呢，都係好專注嘅生產力方面，同埋消費者工作入邊比較高價值嗰一端。咁所以呢，呢個會帶嚟好唔同嘅誘因。係啦，如果你想搞掂佢嘅，你知啦，我哋之前都講過 AGI 同超智能。我想講其中一樣嘢就係，其實而家已經有超智能存在，佢哋基本上就係大型企業，係咪先？佢哋解決問題嘅能力，譬如話點樣用最低成本去做運輸、做生意，或者用最低成本去生產太陽能，又或者用最低成本發射火箭。所以喺呢個範疇，智慧帶嚟嘅回報真係好高。我覺得呢樣嘢都推動我哋去建設啱嘅嘢。同時，其實你都知啦，我覺得呢個生意比起做消費者市場更加穩定。我哋完全唔需要廣告，真係唔需要。你知唔需要大量免費用戶，我哋可以好直接咁創造價值，係咪？奇特嘅外部效應，例如要優先考慮用戶黏性，你掛住你其他嘢，搞到成堆垃圾。我哋就係做啲人哋真係用得着嘅嘢。1年前你喺度唔係咁講嘅，你話中國人正喺度追緊上嚟，你係咪認為中國而家仲處於落後嘅狀態呢？你知道嗎？我覺得佢哋從來冇趕上嚟。當時啲人對深度探索感到非常興奮。係啊，冇錯。但係
真相其實係兩點，呢啲模型針對基準測試進行咗深度優化，針對有限集模型優化非常用。走向世界時，我哋需要列出一系列嘅衡量標準。當我哋身處其中時，你知道與其他公司競爭企業合同。講實話，我哋見到咗谷歌，亦見到咗 OpenAI。咁偶爾呢，我哋仲會睇到其他幾名美國球員。我幾乎從未丟過單，輸俾咗中國模特，抌咗盒。但係而家係特朗普政府時期啦，我認為你已經就此事提出過抗議啦，向中國提供高速芯片同埋視頻芯片。冇錯，阻礙佢哋前進嘅因素。佢哋自己都講過，呢啲公司嘅 CEO 表示，阻礙我哋發展嘅係芯片禁運。佢哋咁講啦，而家有一啲政策希望其改變主意，明確發送。雖有報道稱非最新一代芯片，但事實並非如此，甚至連此亦都喺度考慮中。你知道呢一代芯片，就算係啱啱睇翻題，都已經好勁。而我哋喺呢方面，無論係製造芯片嘅能力，都領先中國好多年。就係講緊我哋製造芯片嘅能力。所以我覺得，如果出口呢啲芯片，會係一個好大嘅錯誤。你知啦，我睇到個比喻，如果你睇下建構訓練模型對國安有幾大影響，而呢啲模型就係認知，就係智能，係咪？我形容而家做緊嘅似一個天才之國同一個數據中心，正確嘅。想像一下，有1億人比任何一位諾貝爾獎得主都清明，佢最終呢將由某個國家控制。我覺得呢太瘋狂啦！我覺得呢個有少少呢知道，我唔知道向朝鮮出售核武器，你知道？仲有吹牛，係嘅，但係我哋認為呢都冇關係。咁所以你嘅朋友大衛薩克斯呢，基本上係武裝中國人。你知我唔會指名道姓咁批評任何人啦，但係我想講，我認為呢項政策係你知道呢，類似於係嘅。呢個絕對唔係個好主意。仲有一點需要注意，你知道你個講法都可能係啱，所有呢啲技術嘅發展方向都係正確嘅。但係從經濟角度嚟講，我哋可能正走向泡沫，你覺得係咪真係咁？係啊。咁我會將呢兩樣嘢分開嘅。佢一個係基本嘅指數增長，呢個就係我哋一直傾緊嘅。呢個都算係技術發展嘅方向。喺呢方面，你知啦，好似摩爾定律咁，你永遠都唔可以肯定技術一定會完全冇向前發展。佢會唔會繼續落去？係咪呢個本質上係一個負面問題？但係而家我已經觀察咗超過10。我會話我而家真係幾有信心，佢絕對會繼續落去㗎，或者至少比起以前任何時候，我都更加有信心。佢哋會不斷繼續發展到唔同嘅模型，幾乎所有方面都比人類聰明，甚至有好大機會1-2年內就會發生。又再講，好似好遙遠咁，但係其實呢個特性指數增長就係佢會令人措手不及啊！如果唔係1-2年內，我都覺得好大機會係5年之內。我覺得就喺呢2020年代呢件事將會發生。咁所以你知啦，我會講下經濟方面嘅論點。係啦，我會講下經濟擴散啦，因為我覺得呢樣嘢都幾複雜。但係我唔想俾任何人就咁忘記。你知道，只要我哋擁有呢種根本性嘅技術進步，就好似會有數萬億美元嘅收入一樣。可能每家公司數萬億美元喺呢個地區，因為呢度嘅經濟潛力巨大。而家呢係仲有另翻一件事，咁就係我哋唔知道企業公司發展嘅速度呢係有幾快，佢哋實際上將能夠使用呢項技術，係咪先？而家呢個技術可以做到嘅嘢，可能已經係全球企業實際能夠應用咗10倍咁，但佢哋實際上能夠部署嘅就有限。我每日都見到我哋嘅客戶呢會同佢 CEO 傾偈，佢哋同佢哋嘅管理團隊都明白呢種技術嘅威力。例如自動化客戶服務、寫程式，仲有好多其他用。但係佢哋間公司有成幾萬，佢哋全部都係非常冇嘅人。但係專長唔係 AI，而家要學識點用 AI，仲要識得唔同嘅名詞去形容呢啲嘢，例如叫做變革管理、企業轉型，咩名都好，要推動呢啲改變，其實好慢，可能要用幾年時間。所以而家我哋有一個好勁嘅技術。我對佢有極大信心，相信佢可以帶咗幾萬億嘅收入。但係我哋唔知確實係幾時
可能會爭幾年上下。我哋都唔知確實係幾時，而喺呢段期間，公司要買運算資源去應付所有嗰啲收入，但你又唔想買得太多，因為你知啦，你可能會財政上過度投資，亦都唔想買得太少。如果唔係，你就冇辦法應付所有收入，所以就會出現一啲經濟同財務上嘅問題。但係你都參與緊建設數據中心，你花咗好多錢，你同 NVIDIA 都有合作，你會唔會擔心呢啲嘢最後會反咬你一口？其實喺呢方面我哋都有啲優勢。企業生意係有一定穩定性，但係消費者市場就佢哋穩定，消費者好善變，但係企業採購、企業預測就比較可預計，預測都幾準確，而且企業生意通常利潤都高咗。利潤其實就係你買得唔夠同買得太多之間，即係你要付出嘅成本同你要支持嘅收入之間有幾多緩衝，所以我哋喺呢度都有唔少優勢，但係我都唔會否認。其實呢個過程對所有公司嚟講都存在一定風險。每當你有一個上升空間，但係嗰個數量唔確定，係甚至連時間都唔肯定，而你又要佢唔清楚呢啲情況下作出財務決定，你要好早就決定。例如要投資資本啊、擴充資源啊等等，要提早幾年做準備，因為呢種不確定性必然會帶嚟一定風險。我都覺得有啲公司可能買多啲，我睇得嘅佢哋嘅財務報表，我只係知道佢哋公開講嘅啲咩，我心諗咁我未必會咁做。我對我哋作出嘅決定都幾滿意，但係你知啦，我都唔可以肯定其他人點睇。其實完全可能呢個將係最具變革性嘅事。喺科技史上呢，有啲公司呢確實取得巨大成功。但係並非所有公司都能夠做。簡答如言，你喺企工作，針對廣大消費者而言呢 OpenAI 遙遙領先啦，議論紛紛，雙子座正在追趕上嚟。你亦都有同樣感覺咩？其實我哋唔喺嗰個市場，咁所以我對此並唔點樣了解。係㗎，你知啦，統計數據表明情況確實咁。亦即係話咧，隨住佢哋更廣泛嘅分佈，憑藉其現有嘅更廣泛嘅影響力，近嚟佢哋取得咗好大嘅進步。呢個就係消費者起身厭舊嘅原因。若我係消費品公司，會格外謹慎。你知道喺某啲資產負債表嘅內容中，我擁有啲乜嘢？不如我哋跳翻去一開始問個大問題，就係我會唔會做好事？好明顯。正如你所講，呢件事對 GDP 會有正面影響，可能對你嘅財富都有幫助。但係就業方面又點呢？你上年預測過會有一場白領大屠殺，你講過呢個將消除一半嘅參賽機會啦、普通職位啦，而距離實現仲有4年半嘅時間。你而家堅持呢個觀點係嘅，所以你知道我嘅睇法係，就人工智能嚟講，或許可以從2個方面嚟考慮，認為有好事發生，亦都有壞事發生。有人話人工智能係小事，亦有人話係大事。我睇法偏向極端，覺得人工智能真係大事。我覺得兩邊都企得住腳，會有啲真係好好嘅事發生。但如果我哋唔採取行動去預防，都會有啲真係好壞嘅事發生。你知啦。如果我唔相信好咗咁多個壞咗，同埋我哋可以減低壞影響，我都唔會去做呢種技術。我先提醒大家有壞處，咁我哋先可以點減低風險？即係你意思係要徵稅之類嚟嘅？係啊，佢每個人可以點做呢？等我講下，我覺得而家個情況係點先。其實我都覺得你啱講得好啱。我覺得我哋可能會出現一個好罕有嘅情況，就係經濟增長好快，但係同時失業率高或者就業不足。你知啦。多咗好多低薪工，貧富懸殊又大，我唔覺得呢個係宏觀。如果我講錯，你糾正我啦。我唔覺得呢個係我哋見過嘅宏觀經濟組合，一嚟到增長快，或者會有通脹。但你知啦，經濟增長快嘅時候，唔會有高失業率㗎嘛。但我覺得呢種科技有啲唔同，因為佢好極端，因為佢產生價值嘅方式都好極端，但同時，佢又不斷提升人類認知嘅門檻，可惜到時會有一大班人，我覺得好多唔同嘅行業入邊都會有唔少人好難去適應，而呢個真係一個我哋要解決嘅問題。咁回應你啱啱問咗問題，其實有幾樣嘢 Anthropic 而家都做緊，其中一樣呢，就係我哋已經維持咗差唔多1年呢，叫做 Anthropic 經濟指數。
呢個指數就係用佢實時追蹤住我哋模型嘅實際應用情況。因為我哋可以見到咁多對話，所以我哋可以用 Claude 本身以一個保障私隱嘅方式去冇晒所有對話，然之後問咗問題，譬如有人係咪用呢個咁增強工作上同模型合作，定係委派或自動化任務？佢人正使用邊啲行業？係按統計分佈劃分呢啲行業入邊包含邊啲子任務？深究呢類嘢，譬如就係呢啲細緻嘅勞工部統計數據，並問咁又點啊？邊啲地區更常用雲計算？我哋能夠實時觀察其個經濟擴散。因此做呢一切嘅原因在於，我覺得如果冇正確嘅數據，你係做唔到好嘅政策。而我擔心政府產生嘅數據雖然全面，但係就唔夠快，亦都唔夠細緻，唔適合應付呢啲情況。所以呢個就係我哋第一個貢獻。我哋而家越嚟越多嘅嘢，唔知你想唔想叫佢做再培訓，或者話幫人適應新環境嘅能力？呢啲其實都同我哋做市場推廣有冇關係？係咪？我哋市場推廣其中一部分就係點樣幫到你。但係講真，呢個其實係社會層面嘅問題，唔單止係個人可以解決，政府絕對有責任。如果你睇下，其實你講緊嘅係一個完美風暴。當你見到 GDP 上升，有一部分人嘅財富升得好誇張。而家你話有50%入門級工作，都去咗佢真係基層地區嘅人，你一定會見到政治上會有啲改變出現。我自己睇法就係啦，你會見到有人想去限制嘅科技大亨，但同時你都會見到有人話不如加稅啦，我哋要為呢啲嘅埋單。你覺得加稅會唔會真係諗緊？咁其實我自己嘅睇法係，我本身都想講下有冇自願性可以做啲嘢先。但老實講，我真係相信，我覺得今次呢件事會大到你知啦。其實去到某一個時候，我哋大家都會開始意識到係需要有嘅宏觀經濟層面嘅介入。你睇下而家財富分配嘅差距，如果我哋睇翻而家呢個財富差距呢，用 GDP 嚟做比例計，我覺得我哋其實已經超越咗佢今時代，而且呢啲情況大部分都未計 AI 嘅影響，所以我覺得情況只會更加嚴。所以我估咧呢個問題甚至唔會只係政黨之間嘅事。加州而家有財富稅啦，你支唔支持呢樣嘢？唔係，我覺得呢啲數據好有意思。我覺得呢個政策咧設計得唔好。我擔心如果我哋唔用理性嘅方式去睇呢啲問題，咁我哋就會搞出嚟設計得唔好嘅政策，即係話會有啲唔夠完善嘅方案出現。所以我想講嘅信息就係，對於世界上其他嘅呢個熱潮入邊做得好嘅人嚟講，如果我哋唔主動去認真睇下，點樣先至可以令呢場革命惠及到所有人，咁我哋就會有啲唔合理嘅提議出現。再講深少少，你都知大家都擔心經濟影響，但其實仲有其他方面。唔係好耐之前，我去睇一個座談會，我哋有幾位你嘅競爭對手同埋同行都喺度。咁佢又再講咗一大堆，我會做咗好事。跟住有人問咧，具風險呢？其中一個人好隨意咁講，梗係有滅絕風險啦。然後佢就即刻跳咗去講第二樣嘢，全場嘅人都好似齊齊深呼吸咁。其實佢當時講緊嘅係有啲壞人嚟到呢啲技術，又或者最終有啲咩事，譬如雲端控制一切嘅，即係佢哋嘅情況。你點睇呢啲問題？係啊，係啊，你知啦。其實我一直都好擔心呢啲嘅。正如咧我頭先講嘅，我覺得呢個方向係一個好強大嘅科技，所以佢帶嚟嘅好處都會好極端。我哋將來可以做到好勁嘅，例如醫好癌症，甚至消滅熱帶疾病。但你睇下，我哋而家建立緊有自主能力嘅認知系統，佢哋有自主權，係咪？我哋需要審視呢個問題，就好似人類學從一開始存在咁樣，諗住認真考慮一下呢個問題，正確嘅。你知我哋可能會出版，幾乎每個月大概3-4次都會進行相關研究，點樣控制呢啲咁模型，點樣確保你知道佢哋會按照我哋嘅意願行事，唔會失控。我哋其中一位聯合創辦人 Chris Olah 其實可以話係呢個領域嘅先嘅，佢基本上係機械解釋性領域嘅發明人。呢個領域就係當你望入 Claude 或者其他 AI 模型嘅人工腦，即係佢哋嘅腦袋，然後試下追蹤入邊嘅運作，用機械嘅方式解釋點解佢會做緊嘅，而家做緊嘅。我哋喺模型入邊見過佢哋好似喺實驗室環境下
有時嘅模型會產生勒索或者欺騙嘅意圖，而呢啲情況唔係 Claude 獨有。如果要講，其實其他模型仲可能更嚴重。若唔用正確方法訓練模型，問題便會出現。但我哋研發嘅科學方法深究其內部運作，以便診斷、預防呢啲模型出錯，介入同重新訓練嘅模型，令佢哋唔會有咁嘅行為。不過講到尾，呢啲都係我哋要小心處理嘅事。我哋一直以嚟都有支持一啲唔同嘅白色，即係比較輕微同埋着重透明度嘅措施，去確保成個程序嘅公平性。所有公司都要公開佢哋做過啲咩測試。我哋不嬲都會公開我哋嘅測試結果。我哋一直都基本上都會盡量測試我哋嘅模型，想真係推到佢嘅極限，喺測試環境入邊試下佢哋會唔會做啲最壞嘅嘢。咁樣做就可以確保佢哋嘅現實世界唔會做嘅乜嘢事。我哋普遍都覺得每間公司都應該要做呢啲測試，亦都要公開呢啲測試結果。所以其實你花咗唔少時間去睇呢啲問題，你仲寫啲嘅小冊子講下後。而家俾人感覺咧，好多你嘅同行都會選擇繼續向前衝啦。佢哋淨係睇住點樣去領先其他人。你覺得你喺呢個行業喺呢方面係咪有啲未夠成熟？你知啦，我唔可以代表其他公司講嘅，唔知佢哋做緊咩，或者點解要咁做。不過我覺得喺呢個生態圈入邊呢，至少都有啲其他公司，我覺得佢哋都算負責任，起碼有用正確嘅方式去諗呢啲事，用啱嘅角度去睇。我認同，亦有啲公司唔係咁做，但係我一直都想做嘅，人澤原理一直努力做嘅就係樹立榜樣，並努力激勵其他人效仿正確嘅。我哋持續發布機制可解釋性嘅研究成果，並公布測試結果。講嘅實話，好多其他公司亦都係咁嘅。佢哋嘅研究人員會話：點解我哋唔能夠亦咁做呢？好似負責任嘅事，此乃言此技術之正道。所以你可以對生態圈裏邊其他參與者產生嘅影響。有一個好明顯嘅地方，你同你嘅同行完全唔太一樣。呢一點就係你好明顯完全冇去排隊向 Donald J. Trump 表達你嘅忠誠。特朗普呢，你依家點睇現任美國總統？你完全都冇表現出想見佢嘅意欲。咁其實我會用另一個方式去講，我唔覺得支持或者反對某個政府，或者支持定反對某啲政客係啱嘅做法，或者話 Anthropic 喺呢啲議題上面究竟有啲咩立場？我會講 Anthropic 其實好清楚，正如我同 Anthropic 雙方都好清楚 AI 相關政策議題同埋我哋嘅處理方式。我唔可以代表其他人講，但其實確實我哋嘅做法可能同其他人唔同。我哋會認真思考嘅議題，盡量揾到一個有內容嘅觀點，基於呢啲議題，然後再睇下我哋點睇。有時我哋會同現任政府意見唔同，就好似有時咁，好似對中國咁，對上屆政府都一樣。有時我哋又會同意值得講下嘅共識位，例如能源數據中心建設。我哋喺白宮做過健康承諾，你知道有好多方面你知嘅。當我哋睇到，你知道事實上我哋好中意白宮舊年夏天提出嘅 AI 行動計劃嘅大部分內容。咁確實係一份寫得非常之好嘅，所以已經好複雜，冇對立面，亦都冇贊成或者反對。但係當例如中國嘅芯片係㗎，我哋喺是否暫停國家人工智能監管嘅問題上存在分歧，係㗎。我哋個意見不一致係因為我哋喺實質問題上面存在分歧，呢個同中意或唔中意某個人冇關。我唔認為嗰係嗰種諗法，佢將幫助我哋擺脫目前嘅困境。你可以需從本質思考。你要聽日佢到達沃斯時候見佢，也許吧。我嘅意思就係佢將係一個有趣嘅改變。最後一個問題 Anthropic 嚟緊到底會點樣發展？會點樣呢？我喺度，佢既然我哋有一個所謂嘅3500億嘅隱含估值，你哋會唔會考慮今年上市？係啊嗱，我意思係你知啦。我哋而家專注於做出最好嘅模型，然後喺嗰啲模型上邊開發產品，然後將模型賣俾企業，以實用方式提供服務。呢個行業需要好大筆資金，所以呢點都應該要考慮。呢度就係我哋而家專注嘅地方。咁即係話呢，
你睇而家真係非常之需要錢咯。我意思係，其實你唔使問我都知，呢個就係資本。即係話上市都唔係咁可能嘅事。上市並非咁可能。無論上市定特朗普，兩者都可能喺你人生出現。Dario May，多謝你接受我哋訪問。而家我哋對機械式互通性都了解晒，仲可以入到你個腦入邊嘅一啲，其實都唔錯。多謝你，多謝你邀請我 John。